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学生签证面试问题。娃娃 TV， 我觉得现在聊这个问题时间点刚刚好，因为很快的8、9月新学期就开始了，又有一批学生呢要到美国来读书了。好，那申请美国学生签证，应该是说不管是申请美国什么签证呢，都要秉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诚实。因为美国呢是一个很注重诚信的国家，所以如果一旦说谎被抓到呢，被拒签是一定的。那以后呢还要再申请美国签证呢，也会比较困难。好，那我以下收集了几个面试比较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 Why do you go to US？ 你为什么要去美国？这个其实呢是一个陷阱题，我觉得啦。我就有很多观众跟我说啊，想去美国是因为很向往美国的生活啊，环境好啊，就业机会等等的。但这些面试的时候呢，都千万不能说，因为现在川普最讨厌的就是有移民倾向的人，他把一大堆人移民到美国去跟他们抢工作、抢福利的。而这些答案呢，就会让面试官觉得你好像有移民倾向，从而拒签你。那不是说要诚实吗？是要诚实没错，但这太诚实了，应该是说笨了。我所谓的诚实呢，是指从你口中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呢都是真的。你可以选择不说这些，而是围绕着读书来说。你可以说我向往美国的教育啊，或者是去美国拿一个学历回来，我在台湾会比较好找工作之类的。这些答案呢，都比较会让面试官觉得你毕业之后一定会回来，没有移民倾向。第二个可能会被问的就是 Where is your school? What is your major?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school? Can you tell me some detail about the school? 等等的问题，因为他要确定你真的是去读书的，而不是去混日子或者是找对象结婚移民的。那回答这些问题呢，你事先需要先做一点功课，把学校的地理位置啊、历史啊、你要读的科系之类相关等等的资讯都查清楚、记清楚。第三个呢，可能会是 What are your plans after graduation？ 你毕业之后有什么计划？这个类型的问题呢，一定要围绕着回国来说，因为川普呢怕你抢美国人的工作嘛，所以呢一定是不希望你毕业会留下来嘛。当然了，这只是一个 plan， 就算你面试的时候跟面试官说我毕业一定会回台湾工作，但是你最后却留在美国工作了，这应该也不算说谎啦。毕竟未来的事谁会知道？没听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第四个呢，就是资金问题了，例如谁帮你付学费、生活费等等的。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提供存款证明啊、父母收入证明等等的资料给面试官看，因为他们要确定你到美国之后呢，不会需要靠打工来维持学业跟生活。因为基本上他们认为国际学生呢到美国是去读书的，而不是去抢他们工作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规定，国际学生呢不允许在校外打工。第五个可能会被问到的就是你在美国有没有任何的家人或亲戚等等之类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你有没有移民倾向。在美国呢，有家人或亲戚呢，并不会对你拿到签证有加分作用。当然啦，如果有的话呢，最好还是说有啦，但是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你有移民倾向。你可以围绕着你的未来工作目标啊、家庭情况来说明你自己毕业之后呢会回国，而不是想留在美国移民。那最后一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呢，是你之前有没有被拒签过？这个我记得我当初去签的时候呢，我就有被问到，我是没有被拒签过啦，所以我就说没有啦。那如果你有被拒签的话呢，就如实回答，尽量不要让面试官觉得你是因为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被拒签的。好，那看完这些问题之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呢，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移民倾向来问的。你只要事先做好功课，诚实回答他所有问题，不要让他觉得你有移民倾向，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最后呢，我建议大家去面试的时候呢，最好把东西都带齐了，宁愿多带没有用到也没关系，也不要少带东西。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那张申请签证的 DS-160 表格，大家填完之后呢，还是列印下来。去面试之前呢，先看一遍，记住你填的答案，不要面试的时候说的跟你表格填的有出入就不好了。尤其是表格是请别人或代办帮你填的，那就更要小心了。好，那最后都祝大家面试顺利。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